中美達成貿易協議，關稅大幅下降到10%。市場一傳出呢個消息，中午嘅港股所有指數突然間爆升，恒生指數升咗700點，夜晚嘅美股都爆升啊，納指都一樣升咗700點。所有關稅戰導致嘅跌幅呢，無論係港股定係美股市場，都已經完全收復失地。今日呢條片呢，最主要講兩點。第一啦，關稅談判有戲，我哋要發掘新嘅機遇，因為每次跌市出現，即係 S&P 下跌15%以上呢，都會出現我哋叫做板塊輪動。例如2020年至到21年就係小型股嘅天下，例如好似 ARKK 咁樣啦。2022年至24年就係半導體行業發威啦，即係例如 Nvidia 啦。咁去到2024年至到25年春天呢，咁就係 AI 股。例如 Palantir。第二點啦，股神巴菲特持有大量嘅現金啦，咁即係代表股神覺得股災呢就會喺冇幾耐會出現啦。咁做話呢，保留現金賺得多過 all in，即係現金為王。咁呢兩點好似衝突，但係實際上可以同時進行嘅。呢一條片呢，就順便教埋你點樣去分配資金，解釋埋股神背後嘅投資邏輯啊。我哋依家講第一點先。嗱，依家我哋玩緊啦，所謂係政策市嘅。如果你係主要玩港股嘅，咁其實美國啦或者中國政策都會導致股市大幅波動。咁法制呢，就覺得港股美股之間啦，咁港股嘅升幅係有機會比美股大嘅，但係呢就會難玩過美股咯。講翻呢個關稅戰先。中美雙方喺5月11號喺瑞士舉行經貿高層會談，終於喺12號宣布，雙方承諾喺5月14號大幅降低過去1個月以來互相加徵嘅關稅，繼續推進談判。具體即係話呢，雙方對對方嘅商品保留10%嘅加徵關稅，維持90日，即係話其實都係一個臨時性措施嚟嘅啫。咁中國呢，仲話會暫停或者取消對美國嘅反制措施，包括稀土嘅出口禁令。美國財長貝森特呢，其實都釋出善意啦，咁都話其實我哋兩個國家好友好咁樣表達咗自己各自嘅利益。呢個平衡嘅貿易其實對雙方都有利嘅。咁美國亦都會持續向呢一點呢去推進，而且雙方都會建立一個機制去處理雙方嘅經貿問題。咁呢個聲明發出咗之後，黃金即刻失守3220蚊美金，跌幅超過3%。但係呢，中美嘅股市呢就即刻升，人民幣亦都係升嘅。中國出口商亦都會話趁今次嘅關稅暫緩呢，快啲出貨啦。咁就嗱嗱聲運去美國先，入咗境啦，再慢慢賣都未遲啊。今次談判嘅成功最主要都係雙方各自都面對唔同嘅壓力。首先，中方呢面對房地產市場好低迷，加上秋天呢即將有大量嘅畢業生啦，咁就需要大量嘅職位呢去安置佢哋。咁而美方呢都俾好多零售嘅巨頭，例如 Walmart、Home Depot 呢啲嘅巨頭施壓。咁如果再唔減關稅呢，美國人民都真係要捱貴價噶啦。如果你真係要玩港股，你預咗個不確定性會大少少嘅，因為港股嘅個股選擇首先比較少啦，因為好多股票嘅歷史其實都好短啊，俾唔到我有足夠嘅理由去買佢哋啦。即使佢哋爆升都好，例如小米呢，我都唔會諗住買嘅，除非佢喺呢個市場生存夠10年，咁就有足夠嘅數據俾我參考，到時再諗買唔買啦。我唔買小米係因為我錯過一兩隻爆升股，其實唔會影響到我哋財務自由嘅速度噶嘛。咁但係如果你揸住一兩隻股票退市，咁就有機會影響到大家嘅心情啊嘛。所以我就唔想有呢一件事發生。咁你可能會問啦，哇，小米退市有冇可能啊？咁正如大家都應該冇諗過阿里巴巴會退市啦。咁原來呢，阿里巴巴曾經喺2007年喺港交所上市，5年之後2021年就俾人私有化退市啦。咁當其時持有阿里巴巴嘅股民就被逼離場。所以咧，喺港股市場，其實每一隻股票都有機會退市嘅，特別係一啲新嘅股票。咁如果你真係想買小米呢啲爆升股呢，咁我就建議你考慮買 ETF 啦。係就係升得慢少少嘅，但係勝在夠安全。呢個亦都係我嘅投資 style，寧可錯過某一兩隻爆升股，都唔好買錯，唔想輸錢，因為我唔想大家去冒呢一個風險。喺股市入邊啊，輸少多啲無謂錢呢，其實就容易贏噶啦。變相
咁喺 ETF 啦，咁我哋可以揀2800啦，又或者追蹤港股嘅美股 ETF，例如 CQQQ 或者 KWEB KWEB，咁都可以嘅。呢一啲都係追蹤中國同埋香港上市嘅科技公司。呢啲 ETF 啦就相對安全少少啦，咁亦都係面對突然間退市嘅風險，暴跌嘅機會呢就大大降低。咁喺美股方面呢，發仔就會揾一啲股價低迷嘅優質股。即係話佢哋錯失咗2023至24年成個美股大牛市，股價仲係低迷嘅股票，咁依家呢，就俾你有機會去補飛補升返。其中啦就包括 EL 同埋 NKE、Nike 嗱，咁佢哋嘅基本面基本上都真係好差嘅，咁亦都係關稅嘅主要受災股之一。如果你好似發仔一樣都係想揾爆升股嘅話呢，咁你就可以加入呢個免費2025年發仔股災儲貨 TG Group。 喺入邊，發仔就會開心 share 自己嘅投資方法。不過呢，你哋今次如果真係要上低位撈貨嘅行動都真係要快，因為好多股票已經爆升咗啦。咁你哋如果遲咗入 group 呢，可能就 miss 咗機會，甚至乎有機會係接火棒噶啦。好啦，咁去到今日嘅第二點。股神巴菲特依家持有3500億嘅天量現金，同時間巴 Sir 都不斷揾緊機會，包括佢計劃持有日本5大商社至少50-60年，甚至乎佢話永遠持有啊。咁揸 cash 啦，同埋買股票呢兩樣嘢好似有衝突喎。喺技術上啦，股神持有現金其實係高位派緊貨啊，即使呢出現金融危機，佢嘅股價嘅跌幅有限。咁呢一點呢，其實我已經喺免費嘅 TG Group 啦，簡單解釋咗噶啦。咁你有興趣可以自己入去睇下。咁而佢將部分嘅現金投資落其他股票，咁股神呢一個行為呢，我哋會叫佢做換馬，即係話佢將一啲認為估值過高嘅股票就只賺套現，再將利潤放喺估值合理又或者過低嘅股票上，而部分利潤呢都會再揸喺手，即係保留現金，再等機會。股神佢喺最後一次股東大會都話啦，機會一到就隨時出手啦。5年內大機會會出現投資嘅黃金機會，但係問題就係你有冇好似股神咁樣咁有耐性去等啊？就算真係俾你等到啊，金融危機真係出現啊，你到時夠唔夠膽出手呢？咁發仔個人都認同嘅，巴 Sir 就話5年內大機會出現一次遍地投資嘅黃金機會，而呢一條片嘅前半段都有講啦。美股啦、港股都有機會去升嘅，但係咧，你為咗平衡依家嘅風險同埋機會，保留現金真係必須嘅。咁保留幾多，真係要睇你嘅性格、你嘅年齡、投資風格、承受能力等等。咁嗱，咁我本身咧冇乜賭運嘅，好坦白講，同埋我嘅投資風格都係傾向保守。咁變得保守之後呢，我就發現呢，我就開始由輸變贏啦。咁包括呢，你要學識點樣去保留現金，避開高位，再喺低位撈貨，咁你就容易做到呢一個效果。咁其實發仔呢，我都唔介意同大家去開心 share 嘅。咁我依家呢，我至少保留20%嘅現金。例如啦，我依家有100萬啦，咁我就會保留20萬做現金。咁另外80萬就會儲 ETF 又或者股票嘅。咁呢個資金比例呢，其實我隨時都會改變啦，因為你啲股票一升啊，咁成個現金比例都會唔同咗噶嘛。咁如果你有其他疑問呢，或者想揾發仔，咁你就歡迎加入呢個2025年發仔股災儲貨 TG Group。2025年嘅股災可能好快就完，大家快啲把握機會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